最早在中部地区兴起的大家乐赌风，由于它号称中奖率高，而迅速的在民间蔓延。据说这起歪风目前已经吹遍全省南北，大约有300万民众或多或少的下注参与。1986年3月24，有报告行为的大家乐去予警察处理，不过业者偷偷转地下化，颠倒予警察排破案，算大家乐的人变多，嘛予爱国奖券的买去慢慢替时行。现在这个爱国奖券呢，这个开奖的整个作业都是非常的复杂，它要抽出几10个号码。学者讲，爱国奖券爱改革，才当予消费大众，佮想要买来送。2002年3月24，全国头一座电梯天桥正式启用，成做台北市上新的地标。现在带小孩子这样很好，很方便。当年做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欢喜精彩，答应市政白皮书和市民承诺，这项有载项安全装置天桥，和社会人、囡仔人为遮经过，会当更加安全。